杀气。离开下山尹思成的西陵岛，去来找你的父亲。住手！灵儿，听姥姥的话。你自由自在的，就像天上的风筝。可拽在我手中的线，能到几时？逍遥哥哥，人如，我不是蛇妖，我是女娲后人。灵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没事吧？小心！快看我们的女儿，长得多像你啊！玉茹，你说给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就叫她一茹吧。好，就叫一茹。小宝贝儿，你就叫一茹喽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我这一生问心无愧，唯有2个遗憾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！赵灵儿这东西根本就没有挑战性，好吗？你不能见人家小姑娘长得漂亮就见色起意啊你！咱要的是积分啊积分，这种任务积分给的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一边去！我要做拜月的单子。拜月这个东西牵扯到少数民族信仰问题，最好不要碰，要不然不好过审呐。赵灵儿呢，虽然也牵扯这些性质，但是相对好很多。积分虽然少，但是可以保证积分能拿到啊。不是我说有意思吗？矛盾不激烈，情节不紧凑，观众就要流失的好吗？小白，我怎么觉得我们的台词方向好像有点不对呀？我觉得也挺别扭的。导演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您都别问，来任性。小白，对不住了，这也是为你好，这个就当补偿了。哎，到底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根本就没有用嘛！到底还有什么才是现金标志性的物品呢？物品。哎，搞定。
你是来寻我回去的吗？你可还记得你是谁？我是女娲后人，我是灵儿，我是赵灵儿。OK， 既然你能自己想起来，那就好办多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黑无常。你大爷的赵灵儿，一个人傻。对，傻，你们都是傻。切，得，看你那可怜样，我还是给你插上吧。小姐，您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呀？我都带你跑了3、4个地儿了。再去最后一个地方。哼，为了偷偷见美人，连兄弟情谊都不顾，不顾了。这不是没办法吗？美人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啊？林月如是吗？这锁妖塔不是已经坍塌了吗？这么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政府是要好好修缮的啊！赵子龙，我你大爷的，你个傻逼！就你的长相和智商，把小爷的网速都拖慢了，你他妈居然还好意思拔小爷的充电器！小爷我可是出了名的拔掉无情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最好就剖腹谢罪，不然楼下烤串上的一节一节的烤羊鞭，就是你的下场。啊？镜头对准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不要补个妆啊？哎呀，你知道了，人家作为人气的担当也是有偶像包袱的嘛。那我开始了啊。哎呀，真不知道李逍遥哥哥是怎么想的，他就是个典型的直男癌患者啊，有木有？必须每个女人都得对他爱得死心塌地、翻天覆地的。仙女系的呢，有我这种女娲后代高逼格。泼辣直爽的有月如这样的千金大小姐，单纯善良可爱的有阿奴，简直包罗万象了，有没有？他又不是什么皇帝、总裁、高富帅，凭什么呀？是不是？简直太是了！不关我什么事。还有，我想对月如说谢谢，还有对不起。要不，灵儿，那我帮你。你帮他？什么情况啊？月如，谁呀你？月如，虽然你在这个时候可能还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抱歉。月如，对不起。还有，看什么看啊？不就是出了点问题吗？那也不能送错时间吧？赵灵儿和李月如还不认识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就是我做错了吗？我帮你还帮错了是吗？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哦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？妲己。
怪我，明明知道你玩游戏的时候从来不走迷宫，我怎么让你带路呢？我对不起党，我对不起国家，我对不起人民，我不该相信一个路痴啊！路痴怎么？这次应该不会错了吧？看了导航，应该不会有错。月如，不要！哎呀，竟然浪费了一条命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效率太低了。如果超过现实世界的10个小时，那就糟了。哦，10个小时，原来你们不能超过10个小时啊。大姐，你要向小白学习，不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浪费太多时间。哎，小白呢？他没有电了，应该不会自己走啊。可能回地府去返厂维修了。不可能吧？翩翩潇洒美少年，领导求药结仙缘，千里崎岖不辞苦，仗剑江湖为红颜。你大爷！刁蛮少女贵千金，比武招亲动芳心。盼能与君长相依，结伴江湖侠侣行。哎呀，完了！黑雾这个弱智！哎呀，我要冷静！仙灵岛上别洞天，池中孤莲半月眠。一朝风雨落水面，愿君识得惜相怜。我丢了老母连了个波儿啊！谁他妈允许你用小爷的浴室当北京版盐牙麦呆的戏了？我的小黄鸭，你还给我！赵子龙，你个缺心眼的，给小爷滚进来！怎么了？我干嘛？你他妈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他妈帮赵灵儿完成任务问过我的意见没有？你他妈把我充电器让你拔！你够了没有啊你？算了，你把赵灵儿完成任务委托没有？这个算是吧，毕竟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。哦，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，耶！我他妈想你拼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吧？你干嘛你？你干嘛？我一个人完成的任务很好啊！好你个溜溜球啊！你他妈帮主角完成任务委托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还说？主角？我去年买了个表。Mission。我不信你会这么没脑子！执行任务期间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有过，但是可以忽略了。坑了黑雾一次，你就这么开心吗？我去，你也太八卦了吧！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。尝一口
慢慢融化在嘴里的感觉真好。